看到呢山洞喺度上到熱嘅福音，使徒行傳4第12節人講到，在天下呢啲世間呢啲冇一隻名有本自家得救，除了耶穌基督嘅名有本自家得救。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基督上帝坐呢天地嘅嚟到世間，嚟死在十字架，擔人民嘅罪，係嚟撒相信嘅撒。救啊！mà cả nhà ngài truyền đi phục音bên long trùng nhân thắng lại sao相信耶穌基督達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是世間呢啲天下呢啲世，冇一隻名有不是個得救，除了耶穌基督嘅名，但係耶穌基督呢，因為上帝嚟到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啊，擔人民嘅罪，嚟sao相信佢啥達到永久嘅生命，世間呢啲達到嘅平安，嗱，日後摸出世間呢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